世上緣何受到天譴，苦愛盡成乾。望你莫拋的愛應，風雨輕來何處？記得家訓早有明言，說到六子掛應留不得，更可能會禍延家國。你又叫我如何？你又叫我如何擔當啊？你又要迷信？我呸！你莫怪父女情淺，惡兆變盡快來了斷。因往年會換來貴險，當隔絕連夜和斷。此六子掛應不能留，為夫主意已決，不能留。犯潼關，將把兵微難力抗，軍民遭殺戮名船俱捐，狼藉荒野夜逃亡，昔有小兒待出生，我自嘆心馬神和亂，世上成名正有關，何況是家門血脈呀，雖含六牙子，也應保州全一萬紅軍全節宣，揮舞搏走點雲前，女英來臨天所眷，願歸田解甲帶罪者望天，爸爸爸，還是
是上路兼程，力求血那欠。夫人，為夫應承你，將嬌兒撫養成人，視之如珠如寶。此次老天爺以天來為警告，相信小女嬰也是命不該絕啊！為夫應承你，不再迷信，你就放心吧。咁就好啦。西川守將趙奕龍參見李將軍。何事？請隨末將抄小路越過綾羅山，西川府城瞬間便到。哦，好吧。屈辱情緣牽一打線。